當我睇劉若英執導嘅《忘了我記得》一路睇嘅時候，間歇性咁諗起好耐之前睇嘅一套馬來西亞電影，係張卓西作品，導演作品，係狄龍主演嘅一套叫做《當我們在一起》（Before We Forget），係一套叫做《我來自紐約》嘅第二集。呢套戲喺第一集嘅時候，狄龍係攞咗一個影帝嘅，好似係澳門。兩套戲都係講關於即係上一年紀嘅人嘅失智問題。我就覺得就係去睇仔女或者後輩點樣去面對，點去照顧老人家咯。咁狄龍喺呢個當我們在一起嘅故仔裏邊，佢係一個廚藝精湛又識武功嘅一個老人家，或者一個華僑啦。咁啊，即係都係一個可愛人物嚟嘅。秦漢嘅忘了我記得都係兩個好可愛嘅老人家咯，但係佢哋都遇到佢哋嘅問題咯，就係失智。咁然之後身邊嘅朋友啊、親朋戚友啊，或者係最嘅親人啊，點樣去同佢哋相處，點樣去面對呢件事，或者係點樣呢？秦漢嗰套忘了我記得係講秦漢係一個老頑童，然之後對住一個苦命女。咁阿軒呢，就即係個女呢，就係一個苦命女啦。咁然之後咁樣去一路去照顧，一路去拼搏啦。咁當我們在一起呢，就係講吳天瑜同埋佢個孫女，即係阿狄龍嘅戲中嘅孫女同埋孫女就喺紐約翻去探佢，然之後發覺，咦，阿狄龍有呢個失智症喎。咁點樣去面對，或點樣去照顧，或者應該可以做啲咩呢？令我留下深刻印象嘅。即係我成日覺得呢，與其關心一啲唔係好關自己事嘅嘢呢，不如關心下自己身邊嘅人啦。講完。當我們在一起 Before We Forget 是張卓西執導的一部馬來西亞電影，由狄龍先生主演，亦都係好好睇嘅電影。我來自紐約嘅續集，阿根、林春根、林師傅，亦即係狄龍角色係一個典型含蓄嘅父親，但亦都係一個慈愛嘅外公。狄龍同分開10多年沒見面嘅女兒阿淑嫻，同埋素未謀面嘅孫女阿 Sarah 團聚之後，梗係欣喜萬分。然而一個突如其來嘅難題落喺佢身上。角色內嘅狄龍，佢患上了失智症。狄龍同個女、同外孫女、老中小三代幾經波折，不懼害怕，勇敢地挑戰重重困難，更珍惜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刻。有一種距離叫做遺忘，有一種愛係陪伴，不管結果如何，只要可以在一起，其他的都不重要了。當我們在一起，幸福就在這裏。話說阿根嗰個離家多年嘅獨生女阿淑嫻，突然帶着素未謀面嘅外孫女阿 Sarah 從紐約回到馬來西亞，重聚時日不僅令感情破裂嘅父女冰釋前嫌，摩擦不斷嘅爺孫關係都整下變得親密無間，失而復得嘅親情，哇 so sweet！ 已經暮年嘅狄龍梗係重溫幸福，聽下都覺得開心。Yeah！ 身為醫師嘅狄龍理所當然地難以接受自己有病，梗係逃避就醫，咁又梗係同個女起突，個女不屈不撓咁勸解，同孫女費盡心思幫助狄龍克服種種艱難。狄龍漸漸拾起勇氣面對病魔，也下定決心了卻一樁心事。個女生日嗰一日，狄龍又玩埋啲老土嘢，瞞着屋企人邀請神秘人物返屋企，驚喜啊！阿根、淑嫻和 Sarah 老中小三代歷經波折，他們的故事未完待續。其實第一集仲好睇，狄龍喺我來自紐約，一個住喺老歐跌打醫館嘅資深老醫師，就係典型古板嚴厲、頑固、
不知變通，實際上又口硬心軟。嗰款老人家同所有老人家一樣，他將自認為最好一切俾咗下一代，但因為語言不通同埋文化差異，開始嘅時候，迪龍同個 ABC 孫女相處得麻麻地。成日雞同鵝講，有一日迪龍同孫女開飯，孫女將書包啲零食全部倒出來俾外公睇，哼哼，表示唔會食佢啲嘢。迪龍唔知好嬲好笑，我又做錯什麼了？迪龍食鳳爪好開心，但係孫女話好惡心。唉，從小小細節中可以睇到葡溝同埋文化背景，西方開放，東方內斂，冇話邊個啱邊個錯。正因為呢啲不同，影片自然營造許多笑點。例如迪龍叫鄰家小男孩幫佢做翻譯，但又話要咩約法三章吓？約法三章咩嚟㗎？只不過外公第一次帶外孫女食麥當勞，第一次教佢揸筷子，第一次教佢點食湯圓。外公係佢遇到危險時用詠春拳打走張懷仁，外公為佢主動去學上網。句號，一樁樁小事就係所謂嘅溫暖窩心。獨居老人、單親兒童、離異媽媽呢三種家庭結構形態，好似好尋常，爭在我哋點面對同埋點處理。